由12月1日起，於銀河國際會議中心1連5日舉行嘅第50屆葡萄牙旅行社協會年會，經已嚟到尾聲。由澳門旅遊局承辦及銀河娛樂集團協辦嘅今屆年會，以跨越75載、展望未來為主題，吸引約1000位海內外業界代表共襄盛會。喺舉辦會議之餘，亦藉此向葡萄牙旅遊業界展現澳門旅遊家嘅精彩魅力，助力拓展國際客源市場。今次亦都好開心咧，能夠咧係因為喺個協會裏邊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節點上面咧，係整個嘅年會帶到嚟澳門嘅。據我了解咧，佢今日報咗名參加呢個年會嘅人數咧係超過咗1000人嘅，亦都可以話咧係暫時嚟講啦，咁多年舉行佢哋年會裏邊人數最多嘅一次。相信咧單喺葡萄牙過嚟咧都超過咗800人嘅。今次亦都係非常之開心，因為我哋國家文旅部咧都係特登為今次佢哋嘅年會咧組織咗一部分內地嘅一啲旅行社咧嚟參會嘅，都希望咧能夠係打開呢邊嘅業務，一方面咧可以係葡萄牙人係過嚟澳門，甚至係我哋中國內地啦。咁另外方面亦都希望咧吸引我哋澳門嘅朋友，甚至係我哋內地嘅朋友咧係去到葡萄牙去到旅行嘅。喺3日議程中，年會設有多場主題演講及討論，而年會嘅亮點項目中葡交流環節亦都順利舉行。除咗有葡萄牙國家旅遊局嘅代表介紹當地旅遊特色，各地旅行社及旅遊業界人士亦喺交流期間共探商機，順利發揮澳門嘅中葡平台作用。希望嚟到有參加睇睇葡萄牙入境市場會唔會有啲潛力啦，我哋可以做多少生意啦。希望就將個酒店嘅品牌嘅知名度就可以推廣下啦。畢竟我哋唔係話大集團酒店啦，咁啊單體酒店，咁啊呢機會可以多啲，等我哋嘅名可以俾到其他人知道啦。我們跟葡國的業務有將近30年了。我們在葡國有將近30家旅行社跟我們合作，這是很感謝澳門旅遊局邀請我們來參加這個展會。我們也見到了一些跟我們合作了10幾20年的合作夥伴。那同時呢，剛才也有幾個新的客戶找到我們，希望也能夠跟我們加強合作。就假如澳門沒有舉辦這個大會的話，我們就沒有這個機會能見到這麼多的葡萄牙的同行和這麼多潛在的未來要合作的客戶，這個意義非常大，我覺得。喺活動落幕後，與會代表亦將親赴橫琴考察，並喺國家文化同旅遊部安排下參觀深圳、廈門及貴陽，體驗並發掘旅遊合作潛力，親身感受澳門與內地城市一程多站嘅旅遊潛力。後續旅遊局亦將與各地旅遊業界開展更多聯合項目，持續提升澳門知名度，力拓海內外客源。